到西貢大浪灣嘅村長咧，叫做湛生。咁佢亦都係我呢一個新系列入邊咧第一個接受訪問嘅村長。咁點解我會想開呢一個新嘅系列咧？就因為我覺得我拍嗰啲行山片咧都拍到好悶啊，咁所以咧我就想開一個新嘅系列，就講解下可能香港唔同嘅村落嘅歷史啦。咁我哋而家咧都可以請湛生介紹下佢自己點樣成為西貢大浪灣嘅村長啦，同埋有啲咩心路歷程。早晨，我本人咧就大浪村咧細㗎，咁樣咧就亦都喺咧大浪村咧受小學教育，咁啊其後出咗嚟西貢咧就繼續我嘅小學5年級，直至到咧喺西貢咧崇真中學讀完咧呢個高中業。咁啊就我本身咧嘅正職咧，以前咧做搞酒店嘅，我係酒店行政管家出身，咁啊就退咗休咗之後咧，就變咗入咗嚟，即係呢個位，呢個家樂花園，做呢個同又搞呢個咧園藝設計，就同埋咧呢個咧係花卉嘅講解，因為健康問題咧2-3年前咧就咧退咗呢度。咁啊變咗咧就正式退休啦。主要嘅原因咧，因為咧自己方面咧好不幸，有染上咗癌腫瘤。咁癌腫瘤咧，咁變咗方面咧就做咗3次嘅化療，做完3次嘅化療都冇好嘅進展。咁於是咧我自己咧就用同人哋交流咧識到嘅中草藥，咁咧就利用呢個中草藥，咁啊連續飲用咗9個月，就將嗰個手掌咁大嘅癌腫瘤咧就消除咗，咁咧就救翻咗我一命。咁啊之後咧，我被選為咧就大浪村咧做村代表，咁啊連續咧而家做咗2屆啦。咁啊咧我自細咧中意咧大浪村嘅，所以經常咧都翻去潛水行山啊。咁啊所以咧變咗我對大浪村嘅一草一木咧都非常之有認識。我同人哋交流咧就咧就主要咧幫一啲咧社團學校同埋咧旅行團免費講解坊間咧嘅偏方坊間嘅偏方嘅藥物，咁樣就咧就利用咁嘅認識咧，就識到一啲咧，就對於咧癌疾嘅治理。我自己本身嘅肝癌啦，亦都食好咗啦，亦都推薦人哋咧嗰個肺癌啦、腸癌啦，同埋咧口腔癌咧，都有啲咧民間嘅偏方咧，可以咧舒緩。大浪村裏邊咧。就有一座天主教堂，係全香港咧第2古老教堂，咁就已經過呢110年㗎啦。全新界最古老嘅教堂咧就係鹽田寺，其次咧就輪到大浪村嘅教堂㗎啦。大浪村嘅教堂咧就有最值得提及嘅聖母像。呢個聖母像咧就係全香港最大座嘅一座聖母像。喺30-40年代咧。直接咧又由羅馬咧經到郵輪運到嚟香港筲箕灣度咧，就由我阿爺咧聯同5-6個村民咧就搖橹即係罩嗰啲舢板咧，就去到筲箕灣，就足1日1夜，去到筲箕灣咧，然之後運翻嚟咧喺呢個大浪村個天主教堂嘅。咁所以咧最宏偉嘅一座咧係聖母像。大浪村個聖堂咧經呢個100多年嚟咧。經過2次咧嘅嚴重嘅洗禮，一次咧就係咧62年嘅溫代，溫代咧就將嗰個教堂嘅5廠裏邊即係4廠吹晒個頂去，唯係咧聖母像咧個廠咧就咧原封不動，乜都冇喐到，一片咗咧，啲人咧講係聖母嗰個咧顯靈啦。咁另一次嘅破損嘅洗禮咧就係咧1981年，又一次颱風，咁將嗰個教堂咧吹冧咗咧係2廠，咁吹冧咗2廠之後咧，我哋村民咧呼籲英國嘅僑胞就捐錢嚟修葺翻嗰個教堂嘅，因為咧嗰個經費唔夠，於是咧就係教會咧亦都有資助一半。咁咧，嗰2廠咧，其中一廠咧就改為咧一個鐘樓。嗰個鐘樓咧就變咗咧4-5廠裏邊嘅教堂咧，
而家只係剩翻4廠嘅啫。最高紀錄咧5廠嘅時候咧，嗰、個教堂咧可以容納咧400-500個村民咧，呢個神父咧喺度講解彌撒啊。咁我想問下嗰個教堂而家係仲喺咪度嘅？教堂而家仲喺度嘅。因為我平時有去大浪灣行山，但係好似見唔到呢個教堂。天主教教堂有冇名㗎？我想上網 search。嗰個天主教嘅教堂咧叫做無染原罪堂。無染咁樣變咗方面咧，另一個值得提嘅咧，個鐘樓嘅鐘。以前就有一個掛鐘咧，咁咧神父嚟到嘅時候咧，就敲響嗰個教鐘咧，就4條圍都可以聽得到咧嗰個鐘聲，就知道有神父嚟咧，將會開彌撒。咁我哋啲村民聽到鐘聲，再大家放下所有嘅工作，就嚟咧參與咧嗰個彌撒。個教堂嗰個鐘咧點解值得一提咧？因為咧50年代嘅時候咧，就英軍咧就用個炮彈咧去咧填靶，就將啲炮彈咧就射上去蚺蛇尖㗎。全大浪尖咧最高嘅山就係蚺蛇尖。咁啲炮彈咧有啲咧就唔響㗎。咁我爸爸咧就連同咧其他啲村民就去看牛嘅時候咧，就喺蚺蛇尖嘅山頂上邊咧見到一隻炮彈。咁於是咧，因為咧以前民咧就咧用嗰啲魚炮即係用啲炸藥咁嚟到炸魚㗎，係作為咧係咧嗰個副業捉到魚攞出嚟西貢賣。咁佢見到個炮彈咧，佢哋咧幾個人咧夾手夾腳咧，自己咧去鋸炮彈，將個炮彈咧個炮彈頭嗰度咧就鋸咗出嚟咧，送咗俾教會，係作為咧嗰個聖堂嗰個響鐘，就掛喺個教堂嗰度。戴咗之後咧，就咧同我爸爸講：你哋都幾夠膽㗎，係嘛？因為咧鋸炮彈咧，因為炮彈咧人哋用軍火專家去拆除啊嘛。我話你哋咧盲毛一樣。亂咁去闖，你哋5個人咧，全部咧都會粉身碎骨嘅，你知唔知道？天主教咧，咪咧嗰度就將嗰個都掛，就咧搬咗去咧大埔嘅天主堂，咁嚟到咧存放。即係而家如果我去大浪灣村嗰個天主教堂咧，就見唔到個掛鐘㗎啦。見唔到㗎啦。就要去大埔嗰間叫做咩名啊？大埔嗰間。我都唔記得咗叫大埔間聖堂叫咩名啦。咁你會唔會有啲相係即係以前影開嘅相係顯示到嗰個掛鐘俾我？我以前係有嘅。你會唔會可以？而家就冇啦，因為咧我將我屋企所有記錄落嚟嘅相片咧，因為咧我就擠咗喺嗰間舊屋嗰度。舊屋咧，因為咧喺10多20年前咧就已經冧咗啦。所有嘢咧都全部都俾佢埋沒咗啦。係咪因為颱風吹㗎？定係？主要咧就因為嗰啲舊屋咧，我哋搬咗出嚟西貢住之後咧，就好少入去咧打理咁變咗咧，由於日久失修咧，咁變咗咧嗰啲白蟻蛀咗啲木梁蛀咗啲木板咁於是咧就咧受濕啦。咁呢啲泥磚嘅牆咧，一就受濕咧，佢就倒冧啦。就係咁嘅原因咧，而係咧成間屋咧就冇咗啦。原來係咁。咁講翻嗰個天主教堂啦，咁因為我本身自己都係天主教徒嚟嘅。咁我想問下，即係如果我想去嗰個天主教大浪灣村嗰個天主教堂去彌撒咧，即係如果我星期日過去，咁佢仲有冇彌撒嘅而家？而家咧，因為嗰度咧村民有9成9咧已經搬晒出嚟市區，所以咧而家教會咧都好少咧就安排咧神父入邊咧做彌撒㗎啦。只有咧而家咧有個別嘅神父，因為咧都有心，每年初三，農曆新年係啦，農曆新年嘅年初三就安排咧有一啲教友帶領一啲菲律賓嗰啲教徒同埋一啲香港嘅教徒，引領佢哋咧入嚟大浪村，就通知埋我哋啲村民。咁我哋咧就聚集喺嗰個教堂嗰度神父度開彌撒，就每年嘅年初三。咁如果我想年初三都去嗰個彌撒得唔得㗎？可以㗎，歡迎任何人參與㗎。係咪要經過你邀請定係？唔需要㗎，唔需要任何人邀請㗎。咁係幾多點嘅嗰個彌撒？好多時咧都會由1個或者2個神父喺嗰個教堂裏邊咧。就進行嗰個彌撒嘅儀式咯。大概幾多點開始？唔一定㗎，因為咧佢哋咧有陣時咧就由西灣
行過嚟，佢坐車去到西灣亭，然之後西灣行過嚟。有陣時咧，佢會去到黃石碼頭坐船過嚟赤徑碼頭，然之後你行路過嚟。通常一般咧都係咧12點鐘之前，喺嗰度咧就咧安排好一場咧彌撒嘅。咁我想問下，平時如果我係咁啱行山經過，係咪入唔到去參觀？通常而家大埔嗰啲神父咧就管理咧大浪村嗰個教堂嘅，佢會咧指派赤徑有一位居民，就幫佢咧去打掃下嗰個教堂。咁所以咧而家咧基本上嚟講咧，除咗每年嘅年初三開放半日之後咧，就咧全部都係關閉㗎啦。咁我呢條片應該要等到年初三之後先發布，因為我想影埋嗰個教堂俾啲觀眾睇嘅。好啊。咁需唔需要飲啖水？我見講咗好耐。好，咁我想問啦，頭先你都講咗醫翻佢個癌症病啦，因為係靠飲嗰種藥。飲咗9個，咁想問下，即係如果市面上有啲需要呢啲藥嘅人，佢有冇得向你去買呢？定係佢可以喺邊度揾到呢一種藥咧？其實咧呢隻植物咧就係我喺以前喺大浪村嘅時候咧，我就搞咧嗰個叫做義務教育。點樣義務教育咧？我主要咧引領一啲大學生同埋呢一啲社團，佢哋有興趣係認識嗰個坊間嘅藥用植物嘅，咁我都會免費帶佢哋去行山，去咧講解過百種咧嘅坊間藥用植物。咁啊就咧點解我特別係提到肝癌？因為我自己身受其害。咁較早前都講啦，因為咧我經過3次嘅化療，都冇咧好轉。